尖叫聲啊！哇，非常之好嘅氣氛啊！不如我哋都先請咁多位同我哋觀眾打個招呼先。Hello， 大家好，我係監製 Manny 麥培興，多謝大家今日嚟睇《殺手4》。Hello， 大家好，我係《殺手4》嘅導演梁巨英，多謝大家。Hello， 大家好，我係4號 Jeffrey。大家好，我係林莎娜。大家好，先鋒。哇！今日咧好特別啊，因為我哋所有嘅殺手都已經齊集晒喺香港呢度啦。當然咧，我哋兩位幕後嘅殺手啊，都嚟到現場呢度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嘅。首先想問一下監製同埋導演兩位嘅，因為今次咧我哋見到啊，有香港啦、日本啦、台灣嘅代表啦，有好多唔同地方啦。咁你喺拍攝嘅時候，有好多唔同嘅語言啦，又或者對於你哋嚟講最大嘅挑戰係啲咩咧？對於今次嚟講嘅挑戰係因為由一開始我哋確定咗我哋嘅殺手4號係 Jeffrey 出之後啦，咁我哋就亦都同時間要諗其他地區嘅演員，咁我哋冇辦法好似香港咁樣，我想約佢出嚟就見到㗎嘛。咁於是者我哋就進行咗好多次嘅呢個嘅 overseas 嘅 trip 啦，咁要去日本嗰度做 casting， 見咗好多唔同嘅女演員，同時我又要去台灣嗰邊去見春風，去認識佢哋。咁所以其實今日嚟到呢度咧好難得嘅，因為之前一直都係不斷咁樣飛嚟飛去，咁樣去將每一個人搬嚟搬去，咁然之後今日終於就係可以將佢哋所有人集合晒喺呢度，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耶！非常之犀利啊！當然都要導演咧。我講下我哋嘅動作訓練啦，因為我哋嘅動作指導范冠先生佢就係日本人啦，咁我哋飛過去嗰邊同佢哋傾咗一堆嘅我哋嘅每個場口嘅動作片應該點樣拍咗之後，我哋做咗 pre-list， 然後我哋要將嗰個片段又要拎翻嚟香港，然後去訓練 Jeffrey 好辛苦咁訓練之後，我哋拍完啦，又飛翻去，又準備最尾嗰3場，然後我哋喺前邊，我哋喺日本做前期嗰陣咧 ，Jeffrey 自己一個人就喺香港度又做訓練，係啦，同一時間喺日本嗰邊南沙兩又做訓練咁樣咯。咁中間係困難嘅，但係好多謝演員，好多謝 Jeffrey， 多謝南沙人，佢哋好努力咁樣幫我哋完成我哋呢部電影。冇錯啊，即係辦法總比困難多啊！我哋完全就係可以體驗到呢一句説話，就係用呢一個嘅作品。當然就要問下我哋嘅殺手4號啊！Jeffrey， 你打得非常之厲害啦！我見到你好似最近都有啲嘅幕後花絮片，就係你要真係睇住日本嘅動作指導嘅一啲training 啦，又再喺香港呢邊去練習，對你嚟講會唔會好困難咧？我覺得好好啊，好多謝導演同埋馬冠先生安排嘅動作嘅指導啊，因為我覺得導演係好清晰啊，即係佢會俾一個好完整嘅 picture 演員睇，我到底佢會想呢一個 shot 可能係 wide shot 拍啊定係近 shot 拍，咁所以喺我哋訓練嘅時候，我哋就已經好清晰喺度究竟我哋點樣打先會令到個鏡頭睇落去好似好犀利咁樣，咁所以係好多謝導演同埋馬冠先生嘅設計係。咁如果要用一個形容詞去形容你今次拍攝體驗，你會用咩咧？爽啊！咁啊，希望大家睇完都有種新月明添，咩一生圓明。咁啊，希望大家睇完都有一種好爽嘅感覺。咁其實係完全唔需要帶腦袋入嚟睇嘅，因為我覺得平時香港人生活壓力已經好大啊。咁所以就係咯，即係睇完一個爽片就哇咁啊，第二日幾好。啱啊！即係之後，如果你哋想放空嘅時候啊，想休息一下、想爽下嘅時候咧，入去戲院啊，買張飛睇《殺手4》就搞掂啦。咁當然啦，就要問一問就係我哋嘅莎娜莎係啦，佢特登嚟到香港呢度同大家見面，俾多少少掌聲歡迎佢好唔好啊？今次咧都係莎娜莎咧第一次接拍呢個港產片啊嘛，都想知道佢嘅感受如何嘅。日文唔得啦，所以要靠翻譯啦。そうですね、やっぱり一番文化の違いに驚きましたね。その撮影の時も全然いつもと違って新鮮でした。いろいろ。都係有個文化差異嘅，所以咧係入到現場先知道呢個文化差異係好驚啦，但係都係好新鮮嘅感覺。最大嘅差異係咪就係第一次見面嗰陣時候啊 Jeffrey 已經用咗好多我哋香港人常用嘅日文去同你打招呼咧？呢個會唔會係其中一個文化差異啊？すごい上手でしたよ、日本語。Jeffrey 講得好好㗎咯喎，日文。喂 Jeffrey 可唔可以示範？可唔可以示範一下我哋
寒い。僕はジェクリドを呼んでください。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哇！呢句係咪大家都聽得明啊？即係我係 Jeffrey 啊，請大家多多指教。哦，係啊，我哋香港人人均日文水平啊都好好噶嘛，係咪先？係啦，當然咧講開日文嘅話咧，一定要說一下春風，因為他的日文非常的流利，對嗎？但我今天聽到一個秘密，我覺得很震驚，可以請你跟大家分享這個秘密嗎？其實我不會日文。對，你們能相信嗎？他不會日文誒，所以他在電影裡面很流利的日文台詞都是背出來的哦，可以給他一點掌聲嗎？好厲害！那你是怎樣去把這一串那麼長的日文背起來呢？背了大概2個月。啊，真的嗎？只有16句。哎，導演，看來下一次可以給他更多的日文台詞哦。必須沒有，給他更多，他可能不會來演。哎呀！因為我在日本的時候，我突然收到他的經紀人的一個電話，然後，難道他不會來演嗎？然後我就打出書，就點開那個，然後他就問，導演，我們等配音了。我說不行了，他說幹，很有畫面哦，聽到導演這樣說，春風老師是真的嗎？對啊。